80、90後細個嗰陣，一定喺酒樓食過呢道經典嘅雞蓉粟米羹，超級鮮甜美味。小朋友一定都會好鍾意，自己喺屋企整，唔加任何科技，每一啖都足料。雞髀肉去骨去皮，想更加鮮甜呢，可以加啲瘦肉。今日懶得用手剁啦，用助料機打成雞蓉，幾下就搞掂，台面仲乾乾淨淨，唔使跟手尾。加啲鹽、生粉、胡椒粉同少少油撈勻佢，少量多次加入清水攪拌，啲肉會更加嫩滑。粟米粒切落嚟，一半呢保持顆粒感，一半就攞嚟打碎佢，口感會更加豐富。紅蘿蔔都將佢打碎，幾秒就搞掂。我提前浸好咗啲瑤柱同埋乾冬菇，湯底鮮甜就靠佢哋啦。亦都係將佢打碎。好似咁多配料嘅菜呢，用機器真係高效好多，而且分開唔同嘅碗去打碎備菜就唔驚串味啦。我哋將粟米芯、瑤柱、冬菇碎一齊落鑊，加水煮滾，加2片薑呢，可以劈下啲肉腥味。細火煲佢20分鐘，跟住撈出粟米芯。我換咗個細啲嘅煲，等間方便上台。加入粟米同紅蘿蔔碎煮10分鐘左右。皮具浮沫，湯底更清。雞肉蓉呢，加啲清水攪拌散開，好似咁樣流質狀態，再倒入煲就唔會結塊啦。快速將佢攪散，重新煮滾之後，根據口味加鹽調味，再倒入馬蹄粉水，一路加一路攪拌到自己中意嘅濃稠度就 OK 啦。較細火慢慢倒入蛋液，倒完之後即刻關火，咁樣啲蛋花就會好滑。最後我中意加少少胡椒粉同埋幾滴麻油，會香好多噶。全部都係普通家常嘅食材，但係整出嚟真係超級鮮甜。有時小朋友冇胃口食飯，煮啲麵或者雲吞放入呢個粟米羹入邊，營養開胃又好消化，每一啖都可以食到豐富嘅食材。秋冬飲一碗真係太舒服啦！記住啦，還原港式家常味就係咁簡單。我係黃小丫，下期再見。